今日想繼續同大家傾一個好香港、好鬼現實又有少少刻薄嘅題目。香港人生仔要考牌呢句說話，大家應該近年都一定聽過。你可能係喺 social media 見到，又或者有時見到某啲父母喺街度鬧仔鬧到失控，自己心入面都會忍唔住講一句：其實生仔真係要考牌。講嗰陣好似係一句笑話。但係笑完之後，其實有啲心酸，因為呢句說話背後唔係單純話緊香港人唔中意小朋友，亦唔係話香港人冷血，而係大家對生仔呢件事背後其實有好多壓力同恐懼。以前講生仔可能係人生一個自然階段，結咗婚過咗一段時間就會有親戚朋友問幾時生仔啊？但而家好多香港人聽到呢條問題時，第一個反應會係壓力，甚至覺得反感。因為大家會即刻會諗到生個仔出嚟夠唔夠錢養，屋企夠唔夠住，揾邊個湊，讀咩學校，將來競爭咁大，小朋友會唔會好辛苦，甚至會諗我自己都未必顧得掂自己點樣照顧多一個生命。生個仔出嚟究竟係佢害咗我定我害咗佢？所以生仔要考牌呢句說話就咁聽好似好涼薄，但其實係一種香港人嘅集體焦慮，大家都覺得做父母已經唔可以只靠大愛同衝動。要理解香港人生仔要考牌，首先要明白呢句說話入面嘅恐懼。香港人唔係完全唔想生小朋友，好多時係唔敢生。唔敢生因為生活成本太高，唔敢生因為自己工作時間太長，唔敢生因為教育壓力太大，更加唔敢生因為大家開始意識到父母嘅情緒狀態會直接影響小朋友。以前好多人覺得養育小朋友可以天生天養，最重要係有飯食、有書讀，唔學壞。但今時今日，大家嘅標準已經改變咗。做父母嘅責任唔止淨係實體供養，仲要抽時間陪伴、溝通、情緒管理，甚至要懂得唔好將自己嘅創傷傳落下一代。呢個要求對好多成年人嚟講，其實未必咁易做到。試想像一下，一對香港夫婦本身已經每日返工返到好攰，放工返到屋企仲要處理家務、家庭關係、財務壓力。如果再加一個小朋友，生活就唔係加多一個人咁簡單，而係成個人生系統需要重組。所以當有人講生仔要考牌，其實係想講生個小朋友出嚟，唔可以只係因為自己想要，而係要諗清楚我究竟有冇能力陪佢長大。呢個諗法一啲都唔浪漫，而且仲好真實、好切身。第一個可以用嚟解釋呢種心態嘅概念係社會學入面講嘅風險社會。簡單講，現代人做任何重大嘅人生決定，越來越需要做風險管理。以前好多事可以跟住傳統路線行，讀書、返工、結婚、生仔，好似順住人生劇本咁走。但今時今日喺香港呢個劇本可能已經唔係咁穩陣。你讀完書未必揾到理想工作，你努力返工都未必買到樓，你結咗婚未必敢生仔，因為你生咗小朋友，你知道未必可以為自己嘅細路提供足夠支援，創造一個理想成長環境。所以生仔由一件順其自然嘅事變成一個好大嘅人生決策。喺香港生活令呢個諗法更加明顯，地方細，樓價高，生活節奏快，教育競爭又早又密。生一個小朋友唔係多一對筷子咁簡單，而係要重新安排收入、住屋、時間、職涯同家庭分工。例如一對夫婦本身住緊細單位，兩個人生活剛剛好，但如果有小朋友就要諗 BB 床放邊，工人姐姐有冇地方瞓，附近有冇托兒嘅地方，返工時間可以點配合，呢啲全部都係好實際嘅問題。所以香港人講生仔要考牌，其實唔係話真係要考一個試，而係覺得生育已經牽涉太多風險，大家唔想小朋友一出世就被迫承受父母未準備好嘅後果。呢個係一種責任，但同時都係一種無力感。第二個角度係社會學入面嘅社會階層再生產，意思係父母嘅資源、教育、人脈、生活方式，好大機會會影響下一代嘅人生起點。喺香港呢個概念，大家其實都好熟悉，因為所有父母都唔希望自己仔女一出世就輸在起跑線上。有啲小朋友一出世，屋企已經有穩定居住環境，有父母陪讀，有英文語境，有好多課外活動選擇，甚至將來可以考慮去海外升學。
但亦有啲家庭父母已經好努力返工，但佢哋放工返到屋企真係已經筋疲力盡，冇力再陪做功課。屋企空間細，小朋友想安靜溫習都未必咁容易。父母未必係對小朋友冇愛，只係生活已經逼到佢哋唞唔到氣。呢個就係香港好殘酷嘅地方。愛好重要，但資源差距都就唔係咁易改變到。所以生仔要考牌，有時其實反映咗一個好深嘅憂慮。如果我俾唔到足夠資源，會唔會令小朋友一開始就輸9條街？但呢度亦係最危險嘅位置，因為呢種講法好容易變成階級審判。講下可能會變成冇錢就唔好生，住得細就唔好生，教育程度唔高就唔好生，咁就偏離咗原本嘅問題。真正值得討論嘅唔係邊一類人配唔配做父母，而係點解一個普通家庭喺香港養育小朋友會咁艱難？係社區入面嘅托兒支援夠唔夠？工時有冇彈性？教育制度係咪太早製造焦慮？父母遇到壓力時有冇地方可以求助？如果社會支援不足，然後我哋只係將責任推晒俾父母，話佢哋未準備好就唔好生，其實唔係好公平。第三個角度係心理學入面嘅依附理論，同埋近年大家成日講嘅童年創傷。依附理論簡單講，即係小朋友同主要照顧者之間嘅互動，會影響佢日後嘅安全感、人際關係同情緒調節能力。以前好多香港家庭都好重視物理上嘅實質照顧，父母會覺得我有供你讀書，俾地方你住，有養大你，有俾飯你食，已經係盡責。但係近年大家開始明白，其實物質照顧之外，小朋友都需要情緒上被理解。好多人成年後回望自己童年，先慢慢發現原來自己唔係天生冇自信，而係由細到大經常被父母同親戚朋友嘅細路比較，原來自己咁怕衝突，可能同屋企人以前嘅相處方式有關。原來父母係愛自己，但佢哋表達愛嘅方式有時會令自己好有壓力。所以而家講生仔要考牌，有一部分其實唔係講錢，而係講情緒能力。做父母當然唔需要完美，但起碼要有反省能力。當自己發脾氣之後，識唔識諗翻轉頭，檢視自己有冇做得唔好嘅地方？當小朋友有情緒時，係咪只係叫佢唔好喊，定係願意花時間了解佢哋發生咩事？當小朋友同自己想象中唔一樣，父母有冇能力接受佢係一個獨立嘅人？呢啲問題上一代嘅父母未必會擺上台講，但而家越來越多人覺得重要，因為一個小朋友可以快高長大，唔等於佢心靈入面冇受過傷。父母供書教學，就算仔女最後學有所成，亦唔代表佢哋內心一定有安全感，內心情緒得到妥善照顧。所以生仔要考牌背後，其實有一種世代反思。我哋唔想再將上一代嘅痛或傷害原封不動咁交俾下一代。不過我哋都要小心，如果生仔要考牌只係一種提醒成年人要認真面對作為父母責任，咁就係有意義嘅。但如果佢變成一種審判，就會好危險。因為一講考牌就會有人問考啲咩，邊個考，標準係咩？如果用收入做標準，咁低收入家庭係咪冇資格生？如果用學歷做標準，咁讀書少嘅人係咪唔配做父母？如果用情緒狀態做標準，咁曾經有情緒低谷嘅人係咪永遠唔可以建立家庭？呢啲問題一出現，就會變得好冷冰冰。父母唔需要係完美嘅人，事實上冇人一開始就識做父母。更加現實啲講，做父母本身就係一個邊做邊學嘅過程。真正重要嘅未必係一開始有冇滿分或者係咪合格，而係佢哋有冇願意學嘅心，錯嘅時候願唔願意去改，承認自己其實都會做錯。所以與其講生仔要考牌，我會覺得更準確嘅講法係生仔唔一定要考牌，但做人父母一定要有學習同反省能力。咁樣去解釋就冇咁有火藥味，同埋一定係更加持平。其實唔止香港，台灣、日本、南韓都有類似情況，只係大家嘅文化背景同語言唔同。先講台灣，台灣年輕人都面對樓價、低薪、職涯不穩同托兒壓力，尤其喺台北、新北、桃園、新竹呢啲地區，生活成本唔低，雙薪家庭好常見。好多夫婦其實唔係完全唔想生，而係覺得生活要先穩定。佢哋可能會諗，
等收入好啲先，等買到樓先，等工作冇咁忙先，等準備好先。但人生好微妙，等下等下，時間就過咗。所以台灣版嘅生仔要考牌，比較似係一種未安頓好就唔敢開始嘅心情。再講日本，日本社會對父母有一種好強嘅無形要求，做人要守規矩，唔好麻煩人，照顧小朋友都要盡量周到，尤其係做媽咪嘅，往往要承受好多社會期望。一個媽咪帶小朋友出街，小朋友喊幾聲，已經可能覺得自己影響到其他人。學校、社區、家庭之間都有好多微細但沉重嘅規範，所以日本人未必會講生仔要考牌，但可能會有一種壓力。如果我做唔到一個合格、周到、唔麻煩人嘅父母，我係咪唔應該生小朋友？日本嘅問題唔止係經濟，仲有係社會標準太高。當好父母嘅要求越來越高，唔少人自然會退後一步。至於南韓就更加接近香港，甚至更加極端。大家有睇韓劇都可能會知道，韓國教育競爭非常激烈，補習文化、升學壓力、名校競爭都好激烈。父母養小朋友唔係只係照顧佢哋嘅生活，而係好似要幫佢準備一場漫長嘅人生競賽。呢一點同香港好似，好多香港父母一方面想小朋友有快樂童年，另一方面又唔敢完全放手。你唔補習，人哋補；你想佢可以慢慢嚟，但又怕佢之後追唔上。於是父母好容易陷入一種矛盾，想溫柔，但環境迫使佢哋要緊張；想放鬆，但制度又同你講你唔可以輸。韓國版嘅生仔要考牌，其實就係，如果我冇足夠資源，會唔會令小朋友一出生就輸？呢種焦慮，香港人應該都好有共鳴。香港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嘅情況之所以咁相似，係因為大家有好多共同結構。首先，呢啲地方都係高度城市化，住屋成本高，生活空間有限。一個小朋友嘅出現會改變成個家庭嘅安排。其次，呢啲地方教育競爭都好強，小朋友好早就被放入成績、升學、履歷同比較之中。父母即使想放鬆，都會受到周圍環境影響，帶來壓力。第三，女性嘅教育程度同職涯意識提高，但家庭分工未必做到同步改變。好多女性有自己嘅事業同人生目標，但一生小朋友，照顧責任仍然好大機會落返喺自己身上。咁生育就唔只係家庭決定，而係一次人生路線嘅重大調整，仲要係要漂移急轉彎嗰一隻。第四，年輕一代越來越重視心理健康，大家開始唔想再用上一代嘅方式教小朋友，亦唔想將自己未處理好嘅焦慮傳落下一代。所以呢啲地方嘅低生育同唔敢生嘅心態，唔可以只用年輕人自私去解釋，更準確咁講，係大家覺得做父母嘅成本太高，而社會資源同支援又未必足夠。講到最後，香港人生仔要考牌呢句說話，我覺得可以理解，亦深切同情，但唔應該照單全收。呢句說話提醒我哋，生仔唔係一件可以完全靠衝動嘅事，做父母需要責任感、情緒能力、經濟準備同陪伴能力。但若果將呢句話指向某啲父母，甚至某啲階層，咁就會令討論變得太簡單、太冷酷。真正值得問嘅唔係邊個有資格生仔，而係點樣令一個普通人都有能力、有支援、有信心去做父母。如果社會有更好嘅支援，職場有更多彈性，教育少啲過早競爭，父母有更多心理支援，可能大家對生育嘅恐懼就唔會咁大。小朋友需要父母，但父母其實都需要被支持。一個人做父母唔應該好似孤身上戰場。尤其喺香港呢種節奏咁快、壓力咁大嘅城市，父母有時唔係唔想做好，而係真係太攰、太難做。所以下次當我哋聽到生仔要考牌呢句說話，不妨唔好只係當佢係一句好 mean 嘅說話，可以諗深一層，呢句說話入面有恐懼、有責任感，有對下一代嘅擔心，亦有對社會支援不足嘅失望。總括嚟講，香港人生仔要考牌呢句說話，其實唔止係講生仔，佢講緊香港人點樣理解責任，點樣面對未來，點樣處理上一代留低嘅情緒模式。我哋唔一定需要真係有一張父母牌照，但每一個準備做父母或者已經做緊父母嘅人，
都值得問自己幾個問題：我係咪願意學習？我係咪願意反省？我係咪願意承認小朋友唔係我嘅延伸，而係一個獨立嘅人？當我做錯嘅時候，我有冇勇氣道歉同改變？呢幾條問題可能比任何考試都重要，因為真正成熟嘅父母唔係一開始就準備好所有答案，而係願意喺小朋友成長嘅同時，自己都繼續成長，大家一齊去揾答案。而真正成熟嘅社會，亦唔係用一個牌照去判斷邊個可以生仔，而係令每一個認真想做父母嘅人都唔需要孤軍作戰。今日呢集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聽完之後有諗起自己嘅童年，諗起自己嘅父母，或者你自己對生育有恐懼，其實都好正常，亦可以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下。因為呢個題目講到最後，其實係講一件好溫柔但好難嘅事，我哋點樣愛下一代，同時唔再重複上一代嘅傷害。我叫阿銀，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，歡迎投稿，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